可以開始。子謙、錦柔，哇！我見到你哋咧都着住童軍制服喎。咦，係咪成間學校嘅同學仔都要參加童軍呢個課外活動㗎？呢個唔係課外活動，而係正式課堂，每一個同學都要上，同埋每一個禮拜都會有一次㗎。哇！個個星期都要上堂㗎，咁會唔會好悶㗎？同埋課堂入邊學到啲咩啊？一啲都唔悶，我哋唔同年級會學唔同嘅嘢，例如低年級我哋會玩快樂山，高年級我哋會學睇地圖、野外定向、繩結等。我最深刻嘅就係繩結，因為繩結令到我識綁鞋帶，而家仲可以自己包禮物添。哇！可以學以致用，真係好犀利喎！咁喺呢個課程入邊咧，你覺得自己上完之後最大嘅改變係咩呢？我覺得我自己多咗責任感，因為童軍最講求嘅就係團隊精神。我就覺得我自己獨立咗，而家可以自己照顧自己。我哋學校嘅校訓咧係尊道貴德，全校嘅童軍活動咧其實都係想配合翻學校嘅校訓，強調翻要培育小朋友有良好嘅品格。透過童軍活動，同學唔單止學習得到技能，亦都培育得到佢哋一啲正確嘅價值觀，例如佢哋要有責任心啦，亦都咧培育得到佢哋點樣同其他人去相處合作，有團隊嘅精神，同埋咧亦都可以培育得到佢哋點樣去解難，有解難嘅能力。透過6年嘅全校童軍嘅活動，同學仔學習得到正確嘅價值觀，希望可以將呢啲價值觀培育佢哋成長，陪伴佢哋一生，令到佢哋將來成長之後，亦都可以咧能夠善用得到。Aiden、Jenny， 頭先睇你哋打波咧，真係快狠準啊！我知道你哋除咗喺香港比賽之外咧，仲會代表學校衝出香港㗎喎。咁有冇啲喺外國比賽嘅經歷好難忘，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喺泰國比賽嗰一次咧，當時知道咗要代表香港出國，就好自豪同埋好緊張。自豪就係因為可以為香港爭光，但係一諗到要同外國選手比賽咧，就驚自己發揮得唔好。經過呢一次經歷咧，我哋咧就知道咗咧點樣喺壓力之下去同隊友溝通。Aiden， 我知道你除咗考顧球隊之外咧，仲係手球隊嘅成員喎。哇，做乜兩隊都要參加嘅？咁同埋兩種球類活動有啲咩分別啊？因為我真係好中意運動，運動可以有壓力嗰陣釋放壓力，而且仲可以認識到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手球同埋考古球嘅玩法好相似，不過考古球係好注重無碰撞嘅，而手球通常都會有碰撞。手球同埋考古球都好注重團隊合作、力量同埋敏捷嘅。而 Jenny 你就係舊生啦，已經升咗上中一㗎咯喎，點解咁好翻嚟母校同師弟師妹一齊打波嘅？因為我哋平時得閒都會翻嚟探下啲老師啊，同啲師弟師妹翻嚟一齊練下波。而我哋上年嘅運動會嗰陣時，我哋都會成班舊同學一齊翻嚟幫手啊，計下時咁。而我真係好感謝母校幫我打咗一個好底，而令到我上中學之後唔會咁迷茫，對住啲好難嘅科目都唔會覺得聽唔明或者做唔明啲功課。最好嘅一樣嘢就係我小學嘅體育老師專門為我哋打造咗一隊考古球救生隊，就算我哋中學冇呢樣運動，我哋都可以翻嚟小學繼續訓練。我哋投放資源喺手球同埋考古球隊入邊，因為呢兩項運動非常講求團隊合作同埋快速決策，呢啲特性都會令到我哋有效訓練到同學仔嘅反應能力同埋抗逆力，等佢哋將來都更容易去面對佢哋嘅挑戰。此外，我哋有一個專業嘅教練團隊，教練團隊當中咧都好多都係我哋嘅學校老師，我哋有好多老師都係現役嘅港隊成員，所以幫助到學生喺技術同埋戰術層面有不斷嘅提升。最後，希望我哋透過投放資源喺唔同嘅運動項目入邊，令到學生可以擴闊佢哋嘅視野，衝出香港，令到佢哋建立更遠大嘅目標。喺青松，舞嘅訓練令人熱血沸騰，但係佢哋文嘅一面一樣令人拍案叫絕。由奧數到莎士比亞，完全體現到乜嘢叫動靜皆宜。等我哋快啲去睇下先。同學仔，咁而家咧，我哋會去解翻我哋解呢題咧，我哋用第一個策略。咁我哋先審題先。佢話啦，而家5個數嘅平均數係26，如果將其中一個數咧改成18，咁佢新嘅平均數會係22。
未改動之前，佢究竟呢個數係幾多呢？正兒正氣，頭先我同你哋一齊上數學堂啦，哇，開心到好似開嘉年華咁啊！我哋一齊咧就係砌積木去數數啦，一齊咧去解難一啲好難度高嘅題目，同我細個嘅時候咧，淨係咁樣死背爛背嗰啲公式咧，真係好唔同噶。其實你哋而家學數學係用咩方法㗎？我哋學校咧就比較重視解題嘅方法啦，而唔係淨係死背爛背嗰啲公式。老師就會鼓勵我哋用唔同嘅方法去解同一條題目，即係一題多解。好似你頭先見到嘅模型解題法啦，就係將抽象嘅概念變成可以睇得到，跟住我哋就會得出第一種解法，然後老師就會挑戰我哋，到底仲有冇第二、第三種解法呢？係啊，當我哋習慣咗呢種思考方式之後呢，學校就會提供更多嘅舞台俾我哋挑戰自己。好似由3年級開始，學校就會設有奧數拔尖班，或者好似係魔力橋呢啲嘅策略桌遊，訓練我哋嘅邏輯同埋反應能力。呢啲唔再係普通嘅計數，而係真正嘅努力競賽，好好玩㗎。咁上完呢啲咁好玩嘅數學堂之後，你哋覺得自己有啲咩唔同咗啊？最大嘅改變係我哋唔再怕見到一啲睇落去好複雜嘅題目，因為我哋會諗呢條題目到底有幾多種解法呢？我哋學到嘅係一套靈活嘅解難方式，而唔再係一堆死板嘅公式。呢個先係最實用嘅，亦都對我哋未來面對困難呢好有幫助㗎。Gina Rabia， 頭先我見到你哋用英文去演莎士比亞劇喎，哇！就咁睇都覺得難度好高，你哋係點樣克服㗎？其實一開始嘅時候有少少驚嘅，主要原因有2個。第一，我係第一次參加話劇訓練，之前冇參加過話劇嘅經歷，所以都唔知道自己可唔可以成功喺台上面演出。第二，我知道呢個係英語話劇嚟嘅，而對白又長，莎士比亞用嘅英文又比較深喎，都唔知道自己背唔背得到台詞。我都遇到同樣嘅困難，好彩喺練習嘅時候，導師運用咗角色扮演、分析人物情感等等嘅遊戲化方式俾我哋練習，令到劇本更加容易去理解。而導師成日都鼓勵我哋，令我哋嘅自信心提升，由唔敢開口到喺台上面用流利英文表演。咁你哋覺得玩話劇最大嘅得着係咩啊？同埋喺其他方面又點樣幫到你哋呢？我參加咗呢個活動之後，學識咗點樣同人哋好好溝通。除咗溝通之外咧，我嘅演講同埋匯報能力都有進步。我仲學識咗點樣運用我嘅聲線啦，同埋身體語言。今年嘅3月，我仲參加咗 Shakespeare for All 嘅 Battle of the Bard 比賽，喺比賽中好幸運咁樣拎到亞軍，令我有好大嘅得着同埋滿足感。梁校長，今日我嚟到青松真係大開眼界啊！由童軍嘅紀律，去到運動場上嘅拼搏，再翻入課室入邊嘅創意咧，我都真係體驗到乜嘢係真正嘅文武雙全。咁其實係乜嘢嘅辦學理念可以將咁多唔同嘅元素都連結埋一齊呢？先人一步咧，應該係我哋辦學理念嘅重點。意思就係咧，唔係被動地去追逐教育嘅潮流，而係主動地咧去探索10年以至20年之後社會上邊需要啲咩人才，而我哋學校咧就早啲為將來社會咧培育相關嘅人才。以數學課程為例啦，咁我哋好早咧已經滲入咗奧數元素㗎啦。咁加入呢種元素咧，並唔係為咗比賽而設嘅，而係希望咧透過數學嘅培訓咧，令到學生咧好早已經培育到佢哋解難嘅腦袋。至於喺體育課程入邊咧，我哋其實亦都早幾年咧已經加入咗武術啦同埋舞獅嘅元素。呢一種咧亦都係配切合到咧現代所講嘅中華文化元素嘅需要嘅。至於我哋嘅全校童軍咧，更加早在10多20年前咧已經成為咧全新界最多人數嘅女團嚟㗎啦。哇！咁先人一步呢個理念真係好有遠見喎。嗱，我知道你哋有學生係 DSE 嘅狀元啦，亦都聽翻啲舊生講，佢哋發現升中之後咧，原來小學階段嘅時候數學嘅根基打得好穩陣啊。咁其實咁優秀嘅成果係咪就係因為先人一步呢個理念呢？絕對正確嘅。我哋青松嘅畢業生嘅競爭力咧，喺眾多區內外嘅中學校長心目中咧，都係享負盛名嘅。事實上，我哋畢業生
生咧升讀咗佢哋心儀中學之後咧，完成咗佢哋公開考試咧，佢哋出色成績咧，亦都證明咗我哋先人一步嘅體現，亦都證明咗學校能夠好成功地咧喺6年之前咧，能夠為佢哋鋪排到一條美好嘅道路。為未來鋪路呢一個比喻真係好好啊！咁梁校長，你對於每一位青松嘅畢業生有啲咩最大嘅期望呢？乘住今年40週年咧，我為畢業生咧作咗一對聯嘅啫，青青松木栽成蔭，莘莘學子重根深。希望每一位青松畢業嘅同學咧，都知道當年6年咧係培育佢哋嘅青松之外嘅對佢哋恩情啦，亦都希望佢哋明白咧，佢哋學術成就咧喺小學時代已經成功咁培養咗㗎。咁亦都希望佢哋咧，亦都係繼續以呢棵松樹為榮，駐蔭之下咧，我哋依然係一個好美好嘅大家庭，隨時歡迎佢哋翻嚟同我哋聚舊嘅。我覺得呢間學校最 create like and share 嘅地方，就係佢先人一步嘅教育理念。好似透過解難思維同埋一題多解嘅數學策略，培養學生成為勇於思考、靈活多變嘅小小創新者。佢哋為學生創造嘅唔係一個標準嘅答案，而係面向未來嘅解難腦袋。呢一份魄力同埋智慧，非常之值得我哋欣賞。